非心，自名為心，自名為佛心，自名為涅槃菩提心。係咪呢個心可唔可以飛咧？咁樣呢個文中解釋啦，可以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，過去心不可得。過去妄心雖然多，不離係有三個心：過去心、現在心、未來心。妄心嘅無量無邊咁多，但你追尋一下咧，了不可得。所以妄過去心可以飛心，自名為佛心啦。現在心咧，也是無量無邊咁多。係咪你用呢個般若嚟灌下現在個心咩？追尋下亦了不可得。現在個心又空咗啦，識得自心非心，自名為心。未來個心咧，也是無量無邊咁多。除非你悟咗道，未悟道以前咧，必定有過去心、有現在心、有未來心。呢啲係妄心。未來心無量無邊咁多，你追尋一下又了不可得。即係過去心亦可以空，現在心亦可以空，未來心亦可以空，三個心都可以了嘅。了將呢個妄心、非心，自名為真心，呢、這個就真如心、佛心、菩提心、涅槃妙心啦。我哋今日講到此處為止，聽下文章故事。